来看云林斗六月初有一间邻家厝红弹炸药，甲玻璃炸甲脆糊糊，加载是无人着伤。地检署侦办掠到4个嫌犯，可能是诈骗集团金钱的纠纷哦。另外，中华溪州有一个社区，这个月11嘛红弹炸药，警方嘛掠到3个嫌犯。这个月初，伫咧云林斗六有一个姓蔡嫌犯，摕家己做的炸弹向人家厝的2楼劈过去，造成窗仔门的玻璃拢变一个破去，好加在无造成任何人受伤。经过云林警方调查，拢总追查到4个嫌犯，敢若是诈骗集团内部为着钱起冲突。我不知道是丢什么，没有出来看。玻璃就炸破掉了。本案系因诈骗集团成员间因金钱纠纷起内讧，而由蔡显持土制炸猎物前往诈团的成员住处丢掷示威。另外，伫咧中华溪州一大社区，这个月11嘛，互人驶火车去弹炸弹。警方接到报案到场搜查，18将姓黄的主嫌拘提到案，敢若是因为甲住户有冤仇。本辖黄姓男子与该乡内住户有仇恨，遂邀集萧姓及杨姓男子一同前往丢掷爆猎物。全案本分局18号拘提黄姓男子到案，并起获火制钢瓶及火药等证物。警方表示，这两件弹炸弹的事件分别发生伫咧过年前甲过年后，总共有查到7个人到案。先后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公共危险、恐吓、毁损等等的罪嫌，移送云林甲中华地检署侦办。两案的主嫌拢已经互人声押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